大家好，我係寶島移民嘅 Julie。呢條片呢，想同大家講港澳人士依親台灣人最新嘅情況。大家都知道，香港人一旦成為台灣人之後，好多時佢哋都會申請佢嘅父母、配偶、子女嚟依親呢一位新台灣人。喺申請居留嘅階段，多數冇乜太大嘅阻滯。好多時少少棘嘅位就會係當佢哋可滿1年移民監之後要申請定居，就有啲重要嘅 tips 同大家分享。申請父母嗰陣時，台灣嘅一啲諗法就會覺得，如果呢個年邁嘅父母都成為台灣人，究竟喺台灣嘅呢個成年嘅子女有冇能力去供養佢呢？或者父母自己本身有冇足夠嘅財力能夠支持佢喺台灣長期生活落去？呢個係好重要嘅。再嚟就係配偶，有啲人就覺得配偶已經好親密，應該冇嘢要棘啦啩？都唔係嘅。當要申請定居嘅時候，佢都會判斷呢位台灣人同埋呢位要依親嘅港澳嘅配偶，呢兩位成年人究竟佢哋長遠喺台灣有冇一個營生嘅能力，有冇足夠嘅財力證明，呢個都會影響佢哋申請定居嘅成功與否嘅。咁再嚟就係子女，如果子女係未成年，坦白講申請定居係最簡單，因為佢都未成年，對佢有啲咩要求呢？如果係成年嘅子女又如何呢？成年嘅子女依親已經成為台灣人嘅父母，佢哋都會睇雙方日後喺台灣係咪有工作嘅能力，有冇足夠嘅財力證明佢哋唔會為台灣帶嚟一啲經濟上嘅負擔啦等等。以上就係港澳人士依親台灣人一啲申請居留同定居要留意嘅地方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聯絡我哋，唔該晒。